呢段影片係要説明安排呢一個探索團嘅原因，同埋係介紹探索團嘅行程以及佢嘅內容。教育局係非常鼓勵學生咧係走出課室去學習，所以修讀旅遊與款待科嘅同學就要留意教育局對你哋嘅要求。Chalk and talk 呢一種學習模式，依家已經唔能夠滿足現代嘅需要啦，因為呢一種模式係比較單向嘅，係好難令到學生係真正咁樣參與學習嘅。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走出課室學習係令到學生直接參與、親自探索同埋發現，咁樣就能夠大大咁樣增強佢哋嘅學習興趣，令到學習更加有意義。而最重要嘅就係能夠實現到快樂學習。要準確認識旅遊款待科嘅課程內容，當然最好就係能夠實地考察、親身係體驗嘅。喺以前，香港嘅酒店同埋郵輪都好歡迎學生係去到觀摩嘅，但係依家呢一個熱度已經係減退。況且香港旅款科嘅國內發展係必然嘅趨勢，往國內酒店同埋景點考察亦都係合理嘅做法。我哋為香港旅遊款待科嘅學生提供咗一個探索團，呢個探索團係得到國內旅遊業嘅支持同埋協助嘅。呢個表就係學習團嘅建議行程，裏面嘅學習活動係非常之多同埋充實嘅。呢個探索團嘅亮點係同學可以近距離接觸到旅款業嘅基層崗位，咁樣同學如果將來係投身於旅款業嘅話，甚至係做到管理層嘅話，咁樣面對一啲管理嘅問題，所做出嘅決定同埋計劃呢，就唔會離地啦，亦都會係避免咗我哋常見到一啲外行管理內行嘅所做出一啲嘅荒謬嘅行動。入到一間酒店，最先接觸到嘅酒店員工包括咗門童 bellboy 啊，同埋咧係前台接待，香港咧係叫前堂啊。酒店業係屬於勞工密集嘅行業，裏邊係會有好多不同嘅崗位或者叫做工種，而酒店亦都會請好多嘅員工嘅。呢啲員工部分係屬於合約制嘅長工，另一部分就係一啲兼職嘅散工。喺呢度係有4種嘅工種嘅，你認為邊一個工種係最少聘用散工嘅呢？比較少聘用散工嘅工種，原來係客房送餐，因為送餐員係會進入客人嘅房間裏面嘅，為咗保安嘅考量，所以酒店咧只會係用一啲係佢哋信任得過嘅員工咧係送餐嘅，所以就係解釋咗點解好多時嗰啲散工咧就唔能夠係做客房送餐嘅啦。房務員係一間酒店請得人數最多嘅職業崗位，佢哋嘅工作範圍包括係酒店房間嘅鋪床、疊被同埋清潔。清潔係唔淨止係房間裏邊，亦都係包括酒店一啲嘅公共地方。冇咪達嘅。跟住過呢即係再鋪床單。睇示範先啫，睇你示範。爆炒㗎啦。唔
阿歡姐，你可以救下佢。唔係，我得嘅。冇得唔得就冇面㗎啦。你啊得得地喎。今晚唔使洗頭啦。哇！老師果然係老師，好 OK。做啊！仲有個，繼續，唔好停。依家係介紹緊酒店前台嘅工作，唔講都唔知道，原來餐飲業咧係有咁多嘅崗位嘅，唔怪得喺2022年嘅統計，香港係有超過20幾萬人咧係從事餐飲業嘅。餐飲部嘅員工亦都分為長工同埋兼職嘅散工，通常啲散工都叫做炒散。一間比較大型啲嘅酒店裏邊嘅宴會係可能過100席嘅，可想而知係需要幾多嘅傳菜同埋侍應啦。呢個就解釋咗點解呢幾個崗位咧係需要一啲炒散嚟到幫手啦。隨着社會嘅不斷發展，如今人們咧對服務嘅品質要求咧亦都越嚟越高，甚至將服務水準嘅高低作為選擇酒店或者餐館嘅重要依據。所以住宿或者係餐飲業嘅從業員咧都要經常接受培訓，以提高服務水準嘅。若要投身旅遊行業，導遊係最受人關注嘅崗位。無論喺香港或者國內，必須先透過考試攞到導遊牌照後先至可以入職。兩地導遊牌並不互通。喺香港，導遊學員要先受聘於旅行社，接受職前培訓之後參加導遊考試，然後透過旅行社幫助註冊為導遊。而國內學員要自己報考導遊資格試，合格之後揾旅行社掛靠，或者掛靠當地嘅導遊協會，然後透過旅行社或者導遊協會註冊成為導遊。工作等於旅行。導遊牌照全國通用，可以接觸各地自然風光、歷史古蹟、民族文化，況且好多旅遊景點都免收導遊入場費。由於遊客嚟自唔同行業，長期帶旅行團可以結識到各行各業精英，甚至能夠同佢哋成為朋友，咁樣就積累到跨行業人脈，或者將來會有用。由於工作需要，自然會逼自己深入了解地域文化、歷史典故、非物質遺產知識，成為行走嘅百科全書，亦因此有機會鍛煉溝通技巧、表達能力、邏輯推理，同時可以直接提升聆聽、同理心、化解矛盾、應急與及統籌能力。有需要嘅話，可以從導遊崗位轉工，成為領隊、旅行社部門主管、文旅專案策劃師、酒店部門經理、景區或者博物館講解員等等。得閒甚至可以做旅遊網紅，兼顧生活同埋工作。可見導遊呢一行尤其適合熱愛旅行、擅長溝通同埋願意持續學習嘅人。但係要明白，導遊工作會遇到好多突發情況，所以導遊反應要快，而且帶團期間每日需要長時間步行，全程講解行程，工作時間極不規律，既要早起接團，又要等全部團員安頓妥當，導遊先至可以進食或者休息，所以容易引發腰肌勞損、聲線沙啞等職業病。而最困難之處
係導遊需要應對遊客有心或者無意嘅刁鑽問題，又要應付投訴、不合理要求，所以導遊嘅情商要高。有意做導遊嘅同學必須衡量清楚。參加完呢一個探索團之後，我哋希望學生係能夠感受得到旅遊款待科係一門有趣而且係實用嘅科目。舉辦探索團係有好多地方係需要考慮嘅，最重要嘅當然就係舉辦嘅時機，因為喺假期期間呢啲酒店嘅房租係會貴好多嘅，而且喺假期之中安排場地、安排導師，亦都會係有困難嘅。另外一個要考量嘅就係住宿嘅標準，如果係選擇普通常用嘅住賓館嘅話，咁樣自然就會失去咗近距離係了解同埋係認識溫泉酒店嘅營運方法㗎啦。